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时间过得真紧哦，一礼拜又过去咯。今仔日咱来到神的面头前来敬拜、来祈祷、来听神的话语，为着咱的上帝是一位满有权能、慈爱、信实的上帝，咱来敬拜伊，来赞美伊，来学罗伊一切的良善、一切的恩典。同时呢，来到伊的施恩宝座前，来求怜悯、蒙恩、蒙恩惠，得随时的帮赞。因为上帝甲咱同在，伊是以马内利。咱为着现今的世代来祈祷。咱徛起伫菲律宾这个所在，疫情昨日的报告真严重，超过1万个人。伫时才有一个结束呢，咱毋知影。咱信主的人只有听候，才着祈祷，安静伫神的面头前，来倚靠伊的恩典。求伊来带领咱全面的道路，因为圣经甲咱讲，也是咱的圣诗也常讲，我这路有主的引带，是的，咱需要主的引带咱。咱毋知影明仔日是好天还是歹天，咱毋知影明仔日会出日头还是袂，咱毋知影。明仔日的花是毋是较早咧撒动？反在是开啊真水，咱毋知影。但是咱知影，迄位引带咱路的上帝，伊是信实的，伊的确袂放杀咱，咱就感恩。咱一切需要，上帝拢要供应，因为伊是咱的好牧者。咱信靠伊，的确袂至到欠缺，感谢伊。咱伫聚会开始，咱先来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来到你面头前，来感恩，来赞美你。虽然伫疫情真厉害当中，阮仍然要赞美你，因为凡事互相效力，叫听神的人得益处。你的话语佫共阮讲，当伫洪水泛滥的时阵，耶和华坐着做王，直到永远。是的，疫情虽然真厉害，但是阮的上帝，伊仍然存在，伊仍然坐伫宝座顶面来统管一切。阮只有仰望倚靠上帝。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安慰阮，来帮助阮，互阮心中有力量，圣灵的力量伫阮的内面，来帮助阮。伫忧伤的时节，你互阮喜乐；伫困难的时节，你来帮助阮。阮伫各款的灾难当中，耶和华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力量，是阮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衬。多谢你，甲阮同在。阮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你，借着你的话语，毋但阮听了得到属灵的帮衬，也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帮衬怀伫忧伤痛苦的人心境。来开因的心窍，接受耶稣做因的救主。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你，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我一路忙
叫做引导，舍此外我复何求？必生时刻作我前导，奇妙爱古今未有。天上平安，树林福乐，平心心享受无碍。愿我知无论遭何事，主所作尽美尽佳。愿我知无论遭何事，主所作尽美尽佳。我一路忙叫主引导，艰难时赐我安康，试炼中有丰盛恩惠，赐灵时从我击长，随我心路有时轻别，我心灵坎坷难明。在我前磐石用火泉，喜乐如水常丰盈。在我前磐石用火泉，喜乐如水常丰盈。我一路忙叫主引导，主大爱何等完全，曾应许赐我永安息，在天家何等美满。是日前知我将变化，见主面与主相亲，到永远我常持每个主曾一路引我心，到永远我常持每个主曾一路引我心。感谢主，这首诗歌互咱真大的安慰。甲咱讲，我一路望救主的引带，是的，伫咱人生的道路顶坎坎坷坷，咱毋知影会拄着什么代志，但是咱毋免惊。圣经甲咱讲，耶和华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力量，是咱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圣经也甲咱讲，伫洪水泛滥的时节，耶和华坐着做王，直到永远。咱感谢主，有上帝做咱的救主，做咱的引带，引带咱行水面的道路，咱就毋免惊。上帝一定袂带伊会行入绝路、死路，乃是一条空中大道、光明的道路。所以，咱通安心，无论这个世界怎样千变万化，咱有主甲咱同在，咱就安心。今仔日，咱要讲的题目就是耶稣的洗礼就是受洗还是受浸，甲伊的受试探这项代志。咱知影圣经新约的头4本册叫做4福音书4本福音书所讲的大同小异，有的有讲，有的4本册内面有的无讲。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这4本册那么这4本册伫这个话讲到这个启示录内面第4章6节到8节内面有提到4个活物4个活物就是动物甲人4个活物那4个活物是代表什么呢？有解经家讲伊是有标主耶稣伫地顶服侍的4款的性格，也是伊的身份
甲写即本四福音书哦所知足的这个重点所强调的耶稣是啥物身份伊来的工作是啥物，有4方面的表达那么这4个话物是啥物呢？马太为伫这个启示录4章第6节到第8节讲到4个话物，头一项话物是西就是马太代表马太福音来描写什么呢？咱知影这个西就是8项野兽内面之王所以马太福音来描写耶稣出世伫这个世间是王的身份。所以咱看头一章就讲到王的家谱啦，王的家谱就是后壁咧汉的后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讲到这个大卫王上生，所以这个马太是重点是讲耶稣有王的身份来到这个世上。第二呢，马可福音就是今仔咱咧讲的，是用一只牛来代表。第二个话物就是牛，牛是啥物牛就是做事的，伊的工作就是做事，出门就是犁田，就是伫田咧伫咧做事的，是咧载重载物件，咧拖物件，所以伊是仆人的身份所以牛是做事的，就是等于耶稣来到世间是仆人的身份。第三，路加福音呢，话物是人就是耶稣是人子的身份伊伫世间就是用这个人多真做肉身真做人的款式来表现出来。那约翰福音呢，用一只鹰老鹰做代表这鹰是飞非常高的，真高的天空，然后呢，伊就向下看俯视伫这个地顶咱亲像上帝对天顶看落来所以伫约翰福音这本册也是讲到来描写耶稣有神的性格伫内面神的性情伫内面因为这个约翰福音头一个出来就讲到太初有道神，道甲神同在道就是神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道，伊就是神第二章出来就是讲到耶稣行头一个神力行这个神力出来，就是用水变酒伫这个宴会当中所以伊的重点伫约翰福音是讲到耶稣是神所以咱今仔日来用马可福音来描写耶稣是有仆人的身份。那么对开始呢，咱要讲到耶稣的受浸，是水咧受水咧，甲这个受试探的代志。那么咱来看这个耶稣基督开始出来袂做工出来就讲到耶稣受浸的时节的代志。圣经第1章马可第1章第1节就安尼讲，神的囝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开始这个开始就讲到这福音如主耶稣开始批判要传福音但是要出来传福音以前是做2项代志。什么2项代志呢？头一项就是讲到伊的洗礼耶稣的浸礼。第2项讲到伊会受魔鬼的试探咱知影这个耶稣头一句是讲神的囝，是讲到伊的身份耶稣基督耶稣咱知影是啥物呢？顶礼拜咱有讲到主耶稣这个名字就是约书亚的意思约书亚上意思就是希腊文就是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
所以耶稣这个名来到世间吼，是要来拯救世间人啊，拯救犹太人，也拯救世间人啊。基督呢？基督的受膏抹的意思，受膏抹的王，伫旧约吼是称呼做弥赛亚，伫新约称呼做基督啊，就是受膏抹的王。当时旧约吼，若是一个王要来开始临职的时阵，也是一个先知，也是祭司要来临职的时阵，开始哦，伊就用膏抹用的油。用这个橄榄油来抹咧头壳的来也是饼咧头壳顶，就是膏抹油，意思就是这个仪式要来开始伊的临职咯福音，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这个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是消息后来变成好消息good news 为什么是好消息呢？因为咱世间互罪恶到死亡所控制咧，人离袂开这个罪恶无法通离开罪恶罪的代价就是死亡。死亡，人人都有一摆会死，死后还有一个审判。这个审判就是将人的罪审判到永远的地狱内面受苦。所以人伫这个在罪恶甲死亡控制当中上要来解救的呢，上要来拯救就是这个福音，就是好的消息，同世间人讲要怎样什么方法有人得到救所以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开始是安尼。所以这开始就是有一个人出来。就是施浸约翰，还是施水约翰来为着医治道路。所以约翰出来，伊正亲像以赛亚书顶面所讲的看我要差遣我的使者来，伫你的前面来行来有治道路正亲像一个王要出去的时阵有的使者就先甲医治道路，我地顶路顶有啥物危险的，就安排好势当来医治迄条路，医治人的心叫真侪代志来医治所以上帝就差遣伊的使者来医治道路。来，这位使者是上呢？第3节讲的讲，伊这是旷野有人的声音讲，这是人的声音。因为等下较停咧会讲到什么神的声音会出现伫旷野有人的声发着讲，有被主的道，修得伊的路所以本节的圣经节就是讲到什么呢？伫旧约以赛亚书4章30节讲有被主的路，修得伊的道。就是旧约早有言有一个人要出来，要为主耶稣出来做工以前的为开路批判伊的路。那么第4节讲，照这个话，旧约的话讲出来，要批判伊的路，这个上呢？所以第4节照这个话约翰出来了伫旷野。来施水还是施浸，来断悔改的浸咧，还是断悔改的水咧互这个罪得到救。罪是着灭亡的，但是人若悔改来水咧罪得到救。这个悔改甲水咧是表明一个人伫神的面头前着悔改，有悔改的心。圣灵家己伫神的面头前是一个罪人，所以伊知影伊是一个罪人人就伫神的面头前承认伊是一个罪人，来宣告来讲出来，讲说伊本来是犯罪应该着灭亡的，但是呢因为罪的代价
乃是死亡，借着这个浸礼的这个仪式浸伫水中的意思就是将过往一切犯的罪离开上帝，做罪恶做罪行做一个结束咯。我要洗礼，我悔改咯，伫神下面头前认罪悔改对过去我犯罪的行为有一个结束所以悔改的洗礼是浸伫水里，然后对水中起来意思那是按照耶稣为咱世间人钉死伫十字架埋葬佮复活这项代志就是甲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意思同死同埋葬、同三甲复活，这个是罗马书第6章第3节到第5节甲咱讲出这个真理来。伊讲咸毋知影，咱在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伊的死吗？受洗受浸归入伫耶稣的死所以第4节讲，咱借着这个洗礼来归入耶稣的死，就甲伊三甲埋葬原是叫恁会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耶稣借着爸的荣耀对死来复活一样第5节讲，咱若伫这个死的形状甲伊联合就伫伊复活的形状甲伊三甲复活。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真正信主连悔改受洗的人还是受浸的人是甲耶稣同死。伊是耶稣怎敢若会死伊是为着咱的罪来死所以着这个死就是着葬嘞，意思就是咱过去的这个有犯罪的生命甲耶稣钉死十字架顶了，钉死了耶稣为咱的罪钉死，咱的罪也是伫死。要怎表达呢？就是将这个死的人咱埋葬嘞咯，是代表死咯毋是甲伊拍死会死，是借着这个水咧浸落去水的，甲咱就是葬咧，甲伊砍咧，等于代表死的意思。耶稣佫活起来复活，就是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咱对水来起来时阵，这就耶稣对水来起来，就是代表耶稣复活咯咱若是伫形状顶面，甲耶稣同死佮同复活耶稣有一个新的生命，咱活着也是一个新的生命咱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圣经甲咱讲咱若是伫死的顶面形状甲伊联合伫复活的顶面也是甲伊联合的时阵咱这个人就是咱就一款的见证，是咱信主的救意思。所以伫犹太当阿伯这个约翰伫咧传讲这个悔改的信息的时阵，甲洗礼的时阵，真侪人对真侪所在犹太甲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遐来承认因家己的罪就伫约旦河内面受伊的浸，还是受伊的洗礼咯咱看这个约翰伊的信息真简单恁着悔改你着信福音，你着悔改洗礼，互恁得救伊就是伊的信息真简单，但是无有力量。伊的生活也是非常的简单但是有可能影响犹太人全队的人来到伊的面头前来悔改，来洗礼将心来备办好势所以真侪人来到伊的面头前就是上帝借着这个约翰会讲道洗礼来备办人的心来接受耶稣的福音
所以这个认罪悔改真重要。咱毋是说孤单嘴来讲说我要相信耶稣咯，这个真简讲真过讲但是你的心怎样是毋是真真正正有一个悔改的心悔改的心只有悔改的心是得救的头一步。悔改悔甲改，意思是对家己过去所犯的罪有一个反悔、懊悔的心。哎呀，我毋对我做歹代志哎呀，我做错咯所以就来到上帝面头前，上帝你赦免我的罪我接受你，我向你认罪认罪了，这干哪只？若个认罪了，犯罪佫出去佫再犯，无当用第二句，咱中文真有意思，改就是过，有悔佫有过，才是完全的。你有悔无过偷摕人去共人迄个神父讲说我毋对咯，我偷摕人说好，我赦免你。等你出去佫再犯这个有悔无过毋对所以真正一个悔改的人应该得真心来到神的面头前，默祷上帝我犯罪我伫你的面头前求你赦免我。当你安静伫面头前的时阵圣灵就开始咧做工了。咱就你会看到上帝是圣洁的，是慈爱良善的。你伫神的这个圣洁的面头前，你感觉真卑微、真罪恶真暗淡你顶摆犯到什么坏罪恶忽然间出现伫你的目睭前伫你的心内感觉真艰苦心上帝是圣洁的，哎呀，我是遮暗淡的，所以为着你家己的罪来痛悔。当圣灵做工伫咱的心内时阵，咱就会感觉到，哎呀，我实在是真大的罪有的人真正痛悔，就伫上帝面头前认罪悔改，流目屎，痛哭袂停然后这痛哭了后，这上帝求你赦免我的时阵圣灵就开始做工你感觉家己是一个罪人，感觉上帝是圣洁的当你安尼向上帝认罪的时阵你就有一个平安伫你的内面，你就有一个喜乐的心伫你的内面开始是认罪悔改痛哭反悔，然后圣灵的充满当你内面有一个认罪后的一个喜乐甲平安。然后刷落去，你会感觉到说，你真痛恨顶摆的坏罪你顶摆是水雷线你顶摆是点恨点无停的你顶摆是怎样欺骗人你顶摆是怎样做歹你会感觉到顶摆犯的坏罪所做的代志真昏暗，真讨厌我是大人就是这款的感觉，等于信主了后，伊几十年的一个点恨伊就是闻到迄个恨的味素，就是讨厌顶摆做毋对时阵真讨厌。人应该是安尼伊就伫迄心内立定这个决心真正反悔悔改的人，伊是说对待了后，我毋过做这代志咯，完全要瓦可主行耶稣的道路，离开罪恶对以前的所做的罪恶有一个讨厌，的离开。这个才是真正的认罪甲悔改，有悔阁有过，才是真正的悔改。第6节讲，约翰这4岁约翰伊穿着骆驼的毛的衫裤骆驼毛的衫裤佮下皮带，食红虫甲野蜜伊过真简单的生活毋是真东方富贵的所在而且伊佫责备，应该讲的就讲，当时的希律
希律啊犯罪啊，带伊的兄弟的太太啊，这个约翰啊加工责备因的罪，伊去受掠去然后受处罚处死但是4岁约翰啊，伊甘心过迄个艰苦的生活，借着伊的生命来荣耀上帝的名伊穿骆驼的衫裤意思就是真简单简洁的无仰赖别人的供应，单单用信心来仰望主食丰盛野蜜。即款的人心内无负担，无顾虑来接受有的人会怎样？伊就单单接受上帝恩典，无接受人的恩典，就无这个认情的这个难做咯。伊就自由自在讲神的话，来做神的工作约翰就是一款的人，有够资格做耶稣基督的先锋约翰搁再讲伊讲说有一位伫我后来以后来的能力比我较大，我就是弯腰压落去甲伊汤话大，也是无配汤话大也是无配古早时就是穿话拖穿话拖，因为伫行迄个路，行真远的土路土昏夜暗站，若去入去人兜就汤话头话大水骹安尼，所以伊是真谦卑伊讲话说后来我就是甲因汤话大头话大也是无配伊就弯腰落去伊说讲伊说后来即位要来的主耶稣能力比我较大，虽然约翰伫迄个时阵名声真，逐个人皆知影会皆捌伊，得真侪人的尊重，但是伊感觉说伊伫耶稣面头前，伊就谦卑落来，因为伊也知影伊是一个罪人伊能力比我较大，伊就是无捧家己真悬压价别人，反倒当将耶稣安尼抬高耶稣荣耀耶稣，伊感觉伊真无配所以这个约翰是一个真谦卑的人因为伊讲说迄个伫我以后要来的迄一位才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要来拯救世间人的。那伊呢，只是陪伴道路而已那么第8节可能讲，伊说我是用水甲恁洗的但是这位耶稣要用圣灵要甲恁洗的，要甲恁洗净用水甲恁洗净洗的。是约翰的工作，但是耶稣是用圣灵甲恁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独生甲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做服侍的工作伊要叫人认罪悔改来归向神而伫信主的内面伊只有主耶稣是借着圣灵咱伫灵的内面咱才有法通真正得到迄个生命。伫耶稣基督的丰富内面才有法通得到一个真正生命的改变才有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这个罪呢是旧生命的一个结束，所以圣灵的水呢是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约翰的工作是叫人着悔改耶稣的工作是悔改了后信福音，信耶稣为着咱的罪人钉十字架顶，咱信靠伊才有法通得救，这个才是福音所以现在的教会学习主耶稣迄个时节
耶稣对水来起来，意思就是说，因就是用针咧，规身针落去水诶，然后起来水咧，伊是一个信主了后，伫人诶面头前来宣布家己，我是属主耶稣诶人，以后会生活见证有迄款诶圣灵内面伫咧做工，来引带咱行这个荣耀上帝诶道路，所以这个是水咧，所以伫耶稣伫水内起来时阵，天就离开了，圣灵就仿佛有一只蛤蟆歇伫伊诶身顶，降伫伊诶身顶，所以这就是耶稣一个见证。伊随咧时阵就是见证，伊是对上帝遐来诶，有圣灵诶同在，也后来佫有声音佫出来了，是上帝诶声音。说佫有声音对天顶落来讲，说你是我诶听见，我欢喜你，我悦纳你，这就是这个水咧，乃是有两款诶见证，伊是要称呼说，对王诶一个宣告，对王诶一个宣告，诗篇捌安尼讲，受膏者讲，我要传先知，先知就是对上帝来的旨意。耶和华捌对我讲，你是我会听讲，我今仔日生你。即句说，你是我所听的讲，你是我的囝。第二句是记载伫以赛亚书来宣告耶稣是一个神的牧人来服侍人呢。以赛亚42章第1節迄搭講，看我的僕人，我所扶持的、所競選的、心內所喜悅的即搭講講是我的僕人。所以耶穌來到，伊來是要做王，也是要做佇人的中間要服侍人，是一個僕人的樣式來服侍人所以耶穌來帶着即兩款的宣告，對天頂來主耶穌是神的囝，又閣是神的僕人，也是佇人的當中來做服侍的工作。最後的目的就是要將神來拯救出來，歸佇上帝的內面，這個大使命第二方面講到耶穌會受試探，試探就是魔鬼的一個工作，就是試探人犯罪離開上帝。這個試探 temptation 伫雅各書內面叫試煉，叫 test 也是上一個意思。試探為着要試你。這個人是毋是實實在在可靠？是毋是還在聽上帝？所以第12節講說，聖靈就將耶穌吹到曠野來去。伊一道用到吹，就是趕緊immediately drive 就是切去馬太叫路加福音是講到。引到有解迄引到曠野內面去，所以佇即個所在，咱看起即個伊是一個僕人的，可能伊的身份是行動真緊急的立刻就去做意思。撒旦的試探是每一個信主的人攏會拄着的。有人講說咱有法人。預防，咱無法通預防一隻鳥對咱頭頂飛去，但是咱可能預防一隻鳥佇咱的頭殼頂佇咧做手nest 做一個手鳥手。鳥若要對咱天頂飛真遠對咱頭頂飛去，咱無法通攔阻，正親像魔鬼咧試探人咱無法通攔阻伊來試探咱。但是伊咱試探人，咱有法通攔阻一隻鳥佇咱的頭頂做一個手，咱有法通將迄隻
未接受迄只鸟哦，伫咱头顶做迄个手，意思就是说，咱有可能拒绝魔鬼的试探，在乎每一个人属灵的情形怎样。但是圣经甲咱讲啊，耶稣伫真侪方面受过试探啊，但是伊无犯罪，耶稣无犯罪。耶稣受过试探，甲人相同，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伊无犯罪。咱今仔日吼受到真侪试探啊，这个试探。伊伫旷野内面受试探40年日啊，受撒旦的试探，并且甲耶稣啊，同三甲做阵啊，阁有天使来服侍。这40日啊，受试探。以色列人出埃及伫旷野内面40日受神的试炼试探。啊，摩西也是40日受试炼啊，这个以利亚也是伫40日伫受试炼。那么耶稣呢？耶稣伫旷野内面来受过试炼，受过试探，但是圣经讲伊成功了。耶稣受过什么试炼呢？啊？圣经甲咱讲，咱人受的试炼，伫这个世界中吼，有肉体的试炼、情欲的试炼，有目睭的眼目的情欲的试炼，有今生的骄傲。吼，咱人伫世间中吼，受到魔鬼的试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到今生的骄傲，咱靠主互人得胜啊！耶稣第二项咱学习的，头一项咱讲，咱来学习耶稣受试探吼得胜啊。第二项咱讲到耶稣的谦卑，耶稣的谦卑，亲像仆人一样，则谦卑来到世间啊。伊谦卑，这一做仆人，伊就是这一出去吼传福音。讲道，而且第一章哦，马可甲第二章哦，咱这一就看见耶稣真出力的，真无用的啊，到人的当中去，赶鬼、医病、各款的病痛啊，教导人、安慰人啊，来服侍啊人伫各方面的是做耶稣，突然看见伊是一个仆人啊。来服伫人的中间做服侍的工作，有诶信徒吼，信主了后，上帝毋是叫咱吼，是咱信主了后咯 ，OK， 咱就用伫厝内骹翘线吼，用来翘起咱的二郎腿哦，就伫遐吼，坐咧来享受上帝的恩典甲祝福咯，毋是安尼啊，上帝。安尼讲是，恁着去传福音，托万人做我的门徒，安慰人、鼓励人，将我羊带到神的羊群内面。这是咱应该向主学习的，谦卑。那谦卑的人，上帝要叫伊升权，上帝施恩。托怀谦卑的人所以这是圣经当中叫咱着学习的彼得前书第5章第6节安尼讲，所以恁着自卑服伫神的带领的手下，到了时阵，伊的确要叫恁升权所以叫咱着学习谦卑的人，上帝要叫伊升权。雅各书4章6节佢讲，神阻挡怀骄傲的人，施恩托怀谦卑的人。所以这个人，每一个信徒应该来学习谦卑，传道人也是着学习谦卑，毋通骄傲因为上帝责备
怀骄傲的人，难做怀骄傲的人，施恩赐福互怀谦卑的人。这是咱应该伫神的面头前学习的功课。所以兄弟姊妹，咱今仔日看见耶稣，本来是伫天顶荣耀尊贵的所在，伊肯来到这个世间，多正做肉身，亲像做奴才一样来服侍人啊！最后将伊的生命献上，为着人来拯救人，叫人相信就会得救。咱现在活伫这个罪恶的世界，这个疫情也阁真危险的时代，咱毋知影这个病毒什么时阵会无去？咱今仔日会签这个疫苗啊，签针咱有法通当偌久啊？会互咱安全偌久啊？要互咱维持咱的生命偌长啊？可能是几十年。好的疫苗，可能是一段时间尔。有的人未合，就这一签落去就乌好哀哉了。但是上帝所托咱的是永久的、永远的。这个警察可能保全咱的安全几个月、几年。这个律师有法通减少这个犯罪的人可能免去死亡的刑罚，甲这个延长减少坐监的时间。这个医生有办法互咱食药医治咱，延长咱几年的生命。但是这一切拢是暂时的。独耶稣来到世间的目的是啥物？要拯救咱世间人脱离罪恶，脱离迄个死亡的刑罚。所以主耶稣本身讲，伊说我来了，毋是要服侍人，来是要毋是要互人服侍，来是要服侍人，并且要做真侪人的救赎的赎价。意思就是人犯罪应该得死伊用伊的生命来赎伊出来，伊着死，怀被伊赎出来，怀毋能死，就是永生。所以耶稣讲啊，神疼世人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耶稣赏赐予世间人，叫一切信伊人不至灭亡，反得着永生。上帝疼世间人，伊是用疼诚做伊的动机啊。那出于动机的疼一定是对人有好处。伊怎啊对咱有好处啊？伊甚至伊会将伊的独生子来赏赐予人，咱亲像予人一站的这个永生的疫苗。伊说，凡是接受相信的人，不至到灭亡，反倒当得到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耶稣就是咱永生的疫苗。凡是相信伫咱的心内的人，咱的生命得到永远的生命。伫上帝福气内面，伊阁要赦免咱一切罪过，伊阁要互咱这个这个行做行你的身份。所以各位，你若是信主的，你着感恩，并且咱着服侍主，谦卑服侍主，伫人的中间服侍。你若是未信主耶稣的，你着签这个疫苗，就是耶稣基督永生的疫苗，就是接受耶稣入去你的心内，你就迄个永生安全了。你愿意吗？你若是未信耶稣，赶紧着相信，真容易耶稣讲，是神疼世间人
包括你，包括我，无种族的关系，有钱无钱的，咱无钱人哦，有人就送咱签这个疫苗，有诶真好心将疫苗送互咱，咱若相信，咱就签。有人说啊，迄个吼无影诶，无影诶，可能无影，因为即阵啊也无 perfect，迄个药也无 perfect 咧。但是上帝所找来是一个 perfect 嘅vaccine， 已經 tested， 耶穌是可靠嘅疫苗，是拯救人嘅永生，互咱永生嘅。咱現在 vaccine 嘅無 perfect 吧？敢若有誒簽落隨死啊！簽落有誒迄個頭聽迄個安尼，有誒落去踢的，血講去踢的，無偌久無咯。為什麼呢？因為抑個毋是 perfect 嘅。只有上帝互咱嘅耶穌是 perfect already tested， 已經試驗了嘅這個 vaccine。各位，你若聽到今仔日嘅信息吼，你若未信耶穌，就趕緊啊！那時間一過吼，袂好咯。你願意嗎？決定隨在你。三甲祈禱。親愛的天父上帝，阮感謝你，藉着今仔日的信息來提醒阮，耶穌來到世間是要做僕人、服侍人，最後將家己的生命來獻上、犧牲死伫十字架頂，來代替人來受刑罰。我若是相信的人，就會得到永生，已經毋免受到上帝的責罰，毋免受到上帝的審判了，因為耶穌已經滿足了上帝公義的審判咯，所以凡若是信靠的人就稱義，佇上帝內面看為義人，毋能夠受到將來迄個永遠死亡的審判。阮多謝你，藉着今仔日的信息，求聖靈做工，深入相信佇人的心中，接受耶穌做的救主，來早日來得到上帝的祝福。阮安尼祈禱，奉耶穌的名，阿門。